经营20多档的台东夜市，今仔日最后一天营业，未来将会出现2个经营团队，估计有192处摊商受到影响。台东夜市的土地当中，市府有2/3部分重新招标，不过得标业者就表明无愿意继续甲原本的业者继续合作。因此，摊商组成自救会捍卫权益。即摆分做2个头家，阮即摆摊贩完全就是已经有200-300担，甚至300-400担，无法度伫大东夜市才继续营业。希望大家会当替阮摊贩做主，来帮阮争取讲，阮所有的摊贩会当原位原牌，莫互阮变动，因为阮毕竟伫遮已经生活20-30档啊。市议会国民党团接到摊商陈情，29号召开记者会。至于市府这次招标租金前后差伤济，怀疑背后有官商勾结，呼吁检调查。一个海景啊，赚几十档啊，佫无够吗？一个收500万，咱市政府问拢目睭，阮甲你讲5粒目，鼓励你，免家找你。啊，要标，就咧标啥？啊，这简单互摊贩生活，因佫有保障啊。生活久长长，你唔那个硬要标，互海景啊围标围的无对。我没有看到市政府进这个哦，这个标是赚钱的哦，因为那标金标金提高了，但是呢，在合约里面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市政府你保障原来的摊贩朋友。对啊，恁遮市场管理处无作为，你是赚偌济分偌济东西啊？啊，那咱2个交结，你给我标就好啊，我干清清就好啊。市府回应一定会寻求合理的解套方式，维护原有摊商的权益。有关于大东夜市与摊商之间引发的纠纷，我们政府一定会站在摊商这一边，站在保护庶民经济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得标业者涨租金的这个部分，因为它是涉及到私权之间的一个争议，那我们后续也会跟我们市府的法制单位来研议该如何的配套解决。市长处也希望身具经营者也应该负起社会责任，协助摊商安治事宜，避免扩大争议。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。